對比英超傳統 Big Six 現役最高工資嘅球員同埋前任最高工資嘅球員數據啊，熱刺方面歷史最高薪嘅係夏利卡尼啊，2021到2023嗰個賽季咧，佢嘅周薪係達到20萬英鎊嘅，表現亦都係隊史嘅射手王啦，281波，而2023年亦都轉會去到拜仁啦。現役當中最高人工嘅當然係孫興文，2024到25賽季啊，周薪係20萬英鎊嘅，表現亦都係24-25賽季嘅隊長，今個賽季亦都打入咗11波11個助攻。阿仙奴方面歷史最高薪球員係奧斯爾，2018到2021賽季周薪係達到35萬英鎊，表現後期淪為替補，2021年解約離隊。現役最高薪嘅係薩卡，2023到2025賽季嘅呢段時間周薪係達到30萬英鎊啊，表現亦都係現象級嘅大腿，身價亦都達到咧1.5億歐元。而車路士方面歷史最高薪球員係史特靈啊，2023到2025周薪亦都係達到32.5萬英鎊，但係表現轉會之後未如預期，目前亦都被租借去到阿仙奴。而前任頂薪係夏薩特啊，2018到2019賽季當時佢嘅周薪係達到22.5萬英鎊，表現當亦都係英超個人王，前車路士嘅大腿球員。利物浦歷史最高薪係現役嘅沙拿，2023到2025賽季咧，佢嘅周薪係上漲到40萬英鎊啊，表現亦都係3屆嘅英超金靴獎得主。前任頂薪係雲迪克，2019到2023年啦，佢嘅周薪當時係22萬英鎊，表現亦都係2019年嘅金球獎第2名後防核心。曼城歷史最高薪球員係目前嘅夏蘭特啊，周薪亦都係達到咗52.5萬英鎊，英超目前第1頂薪，表現亦都去到咧23-24賽季嘅36波助曼城，亦都喺之後奪得過3冠王。前任頂薪係迪布尼，2019到2023當時周薪係35萬英鎊，表現亦都係核心中場，多次成為英超助攻王啊。曼聯歷史最高薪嘅球員當然係 C 朗啊，2021到2022期間咧，佢嘅周薪係達到48萬英鎊，當時嘅英超頂薪，表現回歸第一個賽季成為翻曼聯隊內嘅射手王，但係之後同坦夏格不和搞離隊。現役最高薪係卡斯米魯，2023到2025當時嘅周薪亦都達到37.5萬英鎊，表現亦都係初期第一個賽季出色，但係年紀狀態下滑明顯啊。